咱们就用今晚挤的这点奶做个明天的早餐吃。在内蒙，要想吃点好的奶食早餐，就要提前1晚做。你想吃啥？要不喝点酸奶？哎呀，先盛出一盘让它发酵吧。我们现挤的牛奶静置就会自然发酵成酸奶啦，但是不能加热，加热面筋后就发酵不了啦。我们内蒙奶食中，奶皮子香味是最浓的啦，奶皮子用现挤的牛奶做的才香呢。这盘做酸奶，这盘做奶皮子，那这些做优质蛋白吧。去拿点乳清。行，这就是我们发酵牛奶中分离出来的乳清，加入乳清。经常喝牛奶的朋友都知道，牛奶遇到乳清，酪蛋白就会分离啦。牛奶80%都有水分，我们可以通过加乳清来提取它的优质酪蛋白。剩下的就是乳清，咱们留起来，拿走。将酪蛋白给它加热折叠。牛奶中的优质蛋白质提取出来了，让它冷静一下，明天就吃它。忙了半天好饿呀，有没有啥宵夜吃的？宵夜吃酸酸辣辣的最过瘾，就吃我买的臭宝螺蛳粉吧。你看这里面的料多足，晚上来一包太解馋了。咱们放入牛奶一起煮吧，做个内蒙版的奶香螺蛳粉。这味道也太臭了吧！螺蛳粉就是要这个味儿。闻着臭，吃着还真香呀。加了牛奶的味道更醇厚了，还得是臭宝，爆浓爆辣，好过瘾。你看看这个腐竹比手掌还大，吸饱汤一口爆汁儿。还有满满的小料，这种料多的螺蛳粉吃起来好满足呀。牛奶加热，先把奶皮子做了吧。那这盘奶先让它发酵吧。这奶香味真浓呀，浓吧？做奶皮子很简单的，养好奶沫子，控制好温度就可以啦。好啦，明天就可以吃鲜奶皮了。切好了，现在给它打开。奶皮子切好了，咱们可以吃早餐啦。说啥话呢？肉都还没煮呢，快拿走。早餐2个人吃1扇羊排就够了。还有大料盐。羊排先让它煮着，咱们看一下牛奶发酵的怎么样了。发酵的挺好的，咱们先把奶嚼头撇出来。先给我来碗酸奶。大早上起来喝碗酸奶真得劲儿，提神又醒脑。羊排熟了，给它捞出来。可以吃早餐啦。感觉还缺点奶豆腐，早餐没有奶豆腐哪能行？倒进去，最后一点倒进去，请倒出来。奶豆腐冷却一下就可以脱模啦。有奶蛋白、奶皮子、羊排，还有奶豆腐，可以吃早餐啦。哎，少点啥？内蒙早餐怎么能少得了内蒙奶茶呢？等一下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内蒙早餐独特的加热方式。还有奶皮子剩下的牛奶，加点盐。奶豆腐，来口奶皮子。我们这里食物冷的话，就可以用奶茶来加热。元气满满的一天是从早餐开始的。在内蒙不只能大口吃肉，还能大口吃奶。大家在家也可以拿1桶奶将内蒙的早餐做起来呀。